黃毓民議員，主席，97年以來，特區政府施政無能，不但未有辦法解決貧窮問題，更不斷向財閥輸送利益，貧富懸殊不斷加劇。香港堅尼係數早已超過警戒線，代表貧富兩極分化、不同階層嘅對立愈趨嚴重，隨時出現社會動盪。年復一年，財政預算案毫無新意，守成有餘，開創不足。特區政府每年嘅公共預算都係蒙混過關，呢一邊派糖名益有錢佬，嗰邊又稍為派少少糖益下啲窮人。點解係咁樣派法呢？點解唔係還富？點解係要還富於富，唔係還富於貧、還富於民呢？點解唔係一種積極嘅財富再分配呢？又點解應該係咁樣分法呢？政府從來都講唔出半點嘅理財哲學或者政策嘅理性。稍有常識嘅人就知道，毫無邏輯可言。唯一嘅特點就係每年坐擁數以百億嘅財政儲備，然後無視百萬窮人嘅死活。年復一年，泛民主派對預算案都表現不滿，有時就小貓3隻4隻遊行抗議，或者表示遺憾，又或者譴責。喺議會裏邊，有啲人可能聲嘶力竭、高談闊論，到咗最後乜嘢都爭取唔到，又無動於衷，明日依舊。總之就係佔了便宜又賣乖，投咗反對票，搶咗道德高地，就話自己盡咗責任。再唔係就係大家睇下點解今日人民力量社民連4子拉布有機會拖垮呢一個不義嘅預算案，泛民主派嘅人誠惶誠恐、戒慎恐懼，左一句害怕拉布就癱瘓政府，右一句話拉布會窒礙民生，帽子亂飛，與港共政權、親共政團行係一氣狼狽為奸，向敢於政治抗爭嘅反對派潑污水。所謂以撤回修訂案嘅方式，與人社兩黨劃清界線，並作道德撻伐。原來政府提出嘅財政預算案係唔可以反對嘅喎，又或者唔可以拉倒嘅喎。原來泛民主派以前投反對票都係裝模作樣嘅喎。到咗見真章拉布可以拉到呢個預算案嘅時候，就葉公好龍，真係令人茅塞頓開。我哋嘅主席日前接受呢個記者嘅訪問，話佢一定會喺適當嘅時候會剪布，我拉布你剪布。主席話我要盡呢個憲制嘅責任，因為如果呢個立法會盡憲制嘅責任出現咗危機嘅時候，我就要適時去剪布。我又真係拗晒頭，你就去盡憲制危機嚟剝奪我盡我嘅民意代表嘅天職，係咪啊？預先預告，咁我焗住就同你鬥到底，冇計，睇下邊個條命長啲，邊個夠氣啲。我估計大約5月中你就會剪㗎啦。因為5月中唔剪呢，呢個政府就會發晒蹄騰噶啦，胡鬚曾，我話俾你聽，咬晒底噶啦開始，係咪？乜嘢都殺到嚟噶啦，係嘛？即係有時睇到呢啲嘢，當然唔好意思，主席，我講呢啲嘢你又回應唔到嘅嚇。不過我係同呢個預算案而家嘅二讀辯論呢係冇離題嘅，係咪？即係話而家無論係泛民主派、建制派同埋政府3方一齊去打壓4個反對派議員。我哋係按照議事規則容許嘅情況底下提出修訂案。所謂政府癱瘓，所謂窒礙民生，呢啲所有嘅罪名，對唔住，真係敬謝不敏。我琴日去做居民會，其實我最近呢2個月咧，逢禮拜1、禮拜4都落區做居民會，幫阿曾司長宣傳呢個偉大嘅財政預算案。琴日我講拉布。我講我點解要拉布，嗰啲居民拍爛手掌，真係唔好意思。可能我講得動聽，係咪啊？全民退休保障幫你啲老人家有咩錯啊？回水1萬有咩錯啊？係咪？未回過水啊？
上次咪匯咗6000咯，心不甘情不願都派咗6000啦，係咪？有咩錯啊？請問點樣係？喂，你而家民建聯日日喺街度開街站貼街板，係嘛？反拉布保民生，叫埋啲愛字頭嚟啊！我都未驚你啦，啱唔啱啊？我咪一樣落區講，我印咗幾萬份單張啊，主席。嗰個標題叫做打拉布撐老弱，全民退休保障回水一皮，大家都唔知幾高興，希望我成功。即係如果我哋呢個政府仍然冥頑不靈，不肯從善如流，又唔同我哋講下數，係嘛？喂，我哋一定係同你抗爭到底。我哋有咩啫？我哋就係憑我哋嘅意志，憑我哋有限嘅體力，我哋準備埋啲心臟起搏器嘅啦。請呢個即係秘書處幫幫手。我係有高血壓嘅，最近 check 到係咪食緊藥 ？OK， 我又有青光眼，係咪？我都同你搏㗎啦，呢鋪係咪？即係我又想幾個問題咧，即係恕我愚腦咧，我都蠢人嚟嘅。請教下主席同埋各位尊貴嘅議員。第一，議會嘅本質係咩咧？佢要監察政府噶嘛，制衡行政當局噶嘛，抑或係受行政當局嘅要挾，要為行政當局嘅倒行逆施去背書咧？係進行對話談判、政治博弈同埋喺利益上周旋妥協嘅場地，抑或係長期進行壓迫，對我哋呢啲少數派、對基層嘅市民進行壓迫，然後你甘之如飴，若無其事。第二，議員進入議會工作，職責係審議法案、提出修訂、為民喉舌，淨係自己放棄自己審議法例嘅呢個代議士嘅職責，透過撤回自己嘅修訂案，務求與不同政見嘅人劃清界線。請你答我。第三，泛民主派自從預算案發表至今，除咗同梁振英或者係司長你共進早餐之外，佢為香港人爭取到啲咩實質利益呢？請問。第四，係咪一份收集貧富懸殊嘅財政預算案呢？呢份梗係唔係啦，係咪？如果唔係，點解要俾佢通過呢？點解要議會行禮如儀、暢通無阻通過一份不義嘅預算案？係嘛？同埋為佢背書，對貧富懸殊視若無睹，呢個係助紂為虐。第五，對於一份不公義嘅財政預算案，泛民主派能夠提出啲咩抗爭方法或者妥協方法，令政府最終會實行佢哋認為妥當嘅政策，例如佢哋政綱裏邊寫全民退休保障，亦或係半個方案都提唔出，只能夠舉手投降，投反對票都係投降嘅。第六，拉布係咪一種議會抗爭認可嘅方式呢？請問？如果係以拉布作為民生議題上討價還價嘅嘗試，有何不妥？憑咩認為呢一種又傾又砌必定失敗？政府一定會寸步不讓，事件會令到政府即係癱瘓人民生受到災害嘅方式告終呢？香港唔好忘記，基本法規定係行政主導啊，行政機關大晒嘅，你唔使驚佢冇錢啊，佢一定可以攞到錢嘅。甚至乎，主席佢可以解散立法會。第七，從政者係秉承自己嘅信念，爭取別人嘅支持同埋認同，以其公義得到彰顯；抑或係要受到輿論嘅左右，為爭取別人嘅支持同埋認同，投機取巧，歪曲事實，為自己嘅無能爭取公義而開脫呢？請問梁振英日前表示唔希望影響到基層人士獲得政府資助，又開始恫嚇，會因為無法撥款而癱瘓，意圖污蔑反對派。人民力量強烈譴責689。根據基本法第50條、51條，行政長官可以解散立法會嘅，亦都可以讓立法會再申請臨時撥款嘅，係咪？唔好同我拗呢樣嘢啦，係咪？主席可以話
我而家係因為你哋會令到呢個財政預算案呢係冇辦法如期通過，就唔係你哋拒絕通過。拒絕通過就按照憲制上嘅規定，係咪？佢就可以即係解散立法會。而家呢就係你哋搞到佢呢冇辦法表決啊嘛，所以我剪你咯。呢啲又係歪曲事實、似是而非、偷換概念、邏輯顛倒。美國都發生過議會制衡政府、引發政府癱瘓嘅危機啦，大佬。時間所限，費事話俾你聽，查下書、上下網睇下啦。目下香港議會組成嘅荒謬，真係令人嘆為觀止。泛民主派好似如入鮑魚之肆，久而不聞其臭，不求突破之餘，同保皇黨嘅口徑一致，倒戈雙向，喺做人做鬼之間徘徊瞻顧。當年有個作家話：滿城都是人不像人，鬼不像鬼。今日呢個議會係最佳嘅寫照。有一種迷思就係話普選降臨貧富懸殊問題就會迎刃而解。嗱，你大概就只係啱咗一半。普選制度不過係提供一個比較公平嘅平台，社會同埋經濟唔會一日就變成公義。議會抗爭、政治較量依然會存在，不過方式同程度不同。等於美國或者其他歐洲嘅民主國家冇議會抗爭咩？請問？即係成篇嘢咧都好長下嘅，不過即係又未講到你曾俊華嗰一筆，咁都要提下啦，係咪？曾俊華自從07年上任財政司司長以來，歷年錄得巨額嘅盈餘，你都算好腳頭，係咪啊？年年都咁多水嘅，你係咪好腳頭咧，司長？所以你做完又有得再做，689擺明唔會中意你啲咁嘅人嘅啦，大佬。另外一個港英餘業，走咗啦，田北俊。係咪？不過佢好嘢，田北俊識回敬一句老共啊！呢啲過氣老共對港英餘業即係街對啊！真係，係咪？每年都錄得巨額嘅盈餘，而且鋪鋪計錯數，係咪？呢頭話收支相抵，忽然間有600幾億嘅盈餘，係咪？年年都派下錢，派啲咩錢呢？係咪？我哋睇下今年呢份財政預算案第127至132段，叫做紓解壓力、提振經濟嘅部分，涉及嘅金額係330億嘅所謂多項紓困措施裏邊，係咪？係包括啲咩呢？寬免差餉116億，俾啲咩人呢？我哋舊年已經幫你計過條數，有一個地產商佢名下嘅公司9000萬嘅退差餉，我一喺個居民會一講，啲人就發癲㗎啦！搞錯啊！梗係講粗口啦，唔係好似我而家咁講啦，係咪？寬減薪俸稅84億，佢年過100萬嗰啲高薪人士有上限1萬蚊嘅寬免，商業登記費21億，利得稅10億，係咪？加埋就231億，攞330億出嚟派，231億係派俾啲有錢嘅人。講嘢，有啲人話唔好搞咁多嘢，拉咩布啦，係咪？係叫政府起多啲公屋，起多啲醫院，起多啲學校，係咪？起多啲老人家病床或者嗰啲安老院宿位。係啊，講咗好多年啦，佢有冇做啊？冇啊嘛，冇突咗啲錢就派咗佢啦，曾俊華。老實講，我哋今次拉布咧，真係情非得已。你估真係好過癮啊！全世界度揼你，係咪啊？金冒天下之大不韙，只不過嘗試打開討價還價嘅大門。阿曾司長。討價還價大門為你打開 ，OK？ 一係就回水一皮，一係就為全民退休保障定時間表同埋路線圖，會唔會過分啊？呢個要求，咁咪嚟講下咯。回水一皮嫌多，8000都殺你，係咪？全民退休保障3年唔得，5年都殺你，
講下數啦，大家嚟係咪？你又唔同我講數，你係老鳳坐定粒六，以為通過。不過你就囉柚最好黐啲萬能膠，坐緊喺度都得啦。話俾你聽，主席謹此陳辭。